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2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南京博物院這個事情，也就是南博這個龐來成後人捐贈的裘英的這個江南春這個事情，咱們以前做過一期節目聊過了。為什麼今天又聊呢？是因為新華社它也下場了。新華社它做了一個報道，那大家也知道新华社对吧？它这个特殊性所以人家報道的就更加有意思就更加这個詳細普通的媒體很難接觸到的一些信息，他能接觸到，所以這個讓南博這個事情就更加撲朔迷離。所以我們先看一看這個新華社他扒出來的一些就是前面咱們不知道的一些這個內幕或者叫信息吧，是這樣子的這個新華社說這個1961年11月，張衡、韓勝先、謝志柳3位專家鑑定後意見，這不網上很多網友都追嘛，對吧？說這個龐來成的後人捐的這個裘英的江南春圖卷，經過2次鑑定都是贗品嘛。那網友就說了，那你現在把那個鑑定的人給交代出來，是誰鑑定的？鑑定的報告，對吧？鑑定的這個依據要公之於眾。這個一般的媒體還包括龐來成的後人都拿不到這些東西，但是人家新華社就搞到了這個鑑定意見這是1961年11月這個鑑定的意見叫江南春圖卷偽一般，什麼意思也就是這個我理解的就叫一眼假，那叫一般嘛。說陳留題引手真，什麼意思呢？就是有個叫陳留的人那估計也是個收藏家，或者是他在前面提的這個是真的，就是他提的字是真的，但後面的這個提拔完全不對，就後面人收藏的或者後面人在後面還有提拔，那都已經不對了，對不上了。說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這個新華社還給出了那個照片隨後就是像南京博物院先前所說，按照1986年文化部制定出台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由原江蘇省文物出境鑑定組以及南博鑑定人員對一批建議剔除的書畫作品進行再次審核，確認不宜入藏。這是新華社梳理的那麼到了1997年4月，南博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報告，請求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也就是博物館這個處理品進行調劑，嫁撥給省文物總店處理，也就是江蘇省文物總店徵得同意後，將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圖卷撥交給原江蘇省文物總店。當時撥交省文物商店時，院長那一欄簽字正是時任這個南博的院長徐湖平。當然了，這個徐湖平上一次媒體採訪他的時候，他說這個是不是我經手的？我年紀也大了，我現在什麼血壓高，我已經不問這個工作的事情20年了，他退休的20多年了這個現在由省裡面在調查，調查什麼結論就是什麼結論。也就是說一推365說這事跟我沒關係沒有經過我手，也不是我鑑定的。但是明明南京博物院下面院長簽字那一欄是簽的徐湖平，難道這個簽字是有人模仿的嗎？這個不應該吧？如果是有人模仿，那可以做筆跡鑑定對吧？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好了，事情就到了2001年4月16號，這個江南春這個畫卷就被一個顧客沒有寫名字，以6800元價格購買。這個銷售清單明示為仿裘英山水卷，所以這個疑問就在這兒了，這個顧客到底是誰？6800元這個價格明顯是低估。根據這個馬未都說的就是當時2001年，即便這個龐來成後人捐的這個裘英的江南春這個是假的，就不是裘英的這個原作是贗品，那它也不止6800元，就這意思。當然了，這個是馬未都他的說法也是僅供參考。那麼一晃到了2006年7月，也就是過了5年，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登了丁衛星的一篇文章，這文章標題叫《裘英江南春卷考辨》一文第一段
赫然就寫着易蘭齋收藏的江南春卷得於龐氏後人，而且還有大量收藏印章和詩文流木。而這個文章作者啊，實際上就是易蘭齋老板陸挺的媳婦。也就在同一年啊，2006年，這個陸挺啊邀請了鑑定大師楊仁凱先生共同鑑畫，就是欣賞這個江南春啊。又來一個鑑定大師鑑定這個易蘭齋啊收藏的這個江南春。實際上什麼意思啊？就是你這個時候你也不知道這個易蘭齋的這個江南春和這個南博流出去的這個江南春之間有什麼關係？那俩是不是一個東西？这還不知道。但是呢，總之這個易蘭齋啊，這個裘銀的江南春啊，經過這個楊仁凱鑑定，那又是真跡，是易蘭齋的鎮館之寶。這個陸挺呢，也是南京人。媒體報道其生前對收藏叫只進不出，哎，他只收他不賣。恰巧今年5月份剛去世，因為他死了，僅過了半年，北京的一場藝術拍賣預展上就出現了被稱為鎮館之寶的江南春卷，裝裱的很精美，8800萬元起價。那個也就是說啊，在北京這個拍賣會上出現的這個江南春跟易蘭齋這個鎮館之寶江南春他們是一個東西。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啊，叫羅生门嘛。那現在這幅待拍的江南春，也就是易蘭齋對吧，鎮館之寶江南春，於2001年文物商店以6800塊錢賣出去的那一幅江南春，是不是同一個東西？那這個你看也打問號的。我們假設啊，如果他們是同一個東西，那問題又來了。前面2輪鑑定對吧，一個是61年，還有一個是59年嘛，反正總之2輪鑑定都是認為那是贗品。結果你現在在這個北京啊拍賣，而且易蘭齋也請了這個鑑定大師楊仁凱鑑定過，然後你在北京拍賣之前也要鑑定啊，那麼对吧，都鑑定是真跡鎮館之寶。那這個上個世紀60年代的2次鑑定和現在這個鑑定到底哪個是真的？當然這前提是它這2個畫是一個啊，同樣一幅畫，為什麼上世紀60年代2次鑑定是假，那現在鉴定又是真的？那是不是南博對吧組織了2次鑑定錯了，2輪專家鑑定如何集體抓下？然後這個舒呼平啊，作為原南博的這個院長，那他簽字沒少簽啊，然後他怎麼能說哎，明明上面白紙黑字是他簽的，他說非經他手，他不知道，那就至少說明这管理有問題啊！你這個對吧？什麼東西怎麼處理？你院長簽字了，你就說你不知道，那就說明那個就從他這個回答就知道當時那個年代啊，你說這種叫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糊里糊塗簽字，任意處置有多少？至少說明這個問題啊！那管理混亂了，那院長簽了字都不知道簽了什麼字，不知道什麼東西出去了，難道還有人模仿院長簽字嗎？那是犯罪啊！好了，這個新華社還挖出來一個啊，那就更加聳人聽聞，說這個哎，如果易蘭齋那個江南春和這個南京博物院，也就是後來這個叫江蘇省文物總店流出去那個不是一個東西，對吧？不是同一幅，那為什麼易蘭齋方面強調出自龐家後人啊？易蘭齋收藏的這一幅裘銀的江南春和正在北京，也就是要拍賣的是同一個啊。那這個人家寫的這個收藏的這個就是脈絡啊，人家親自說了，這個是出自龐來成後人交給他們的，所以這一下就麻煩了。龐來成的後人說，我這個明明是捐給這個南京博物院了，那怎麼龐來成的後人也把這個對吧？我說的是不是同一個東西了啊？是2幅，那把這個真的給了易蘭齋。所以說啊，這個新華社報道啊，說過往報道曾說龐來成在蘇州還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或者這個女兒通過他的後人啊，直接把這個江南春給了易蘭齋。但是啊，這個說法啊，早在2016年就被龐家後人否認過，指出是憑空捏造。正在維權的龐家後人質疑，江南春是當年同批捐贈品中價值最高的，自己先人眼光不會有差。如果是贗品，應該告知捐贈者處理和流向。這個案中案還在繼續啊，龐家和南博已經打了10年官司，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到底捐了多少書畫，其中是否有借展而非捐贈的作品？為什麼龐家記錄捐贈的書畫在南博登記成了其他人的捐贈？而這些事情把南博、姚謙、梁白泉、徐湖平還有一位4任院長悉數捲入，跨度長達40年。南博一邊在指責龐家問的問題死無對證，一邊自己自辯同樣死無對證。實際上啊，這個
南博这個事情啊，如果不拍個電影，確實可惜了。拍一個叫博物館局中局，說這個拍個電影啊，至少有4個線索，就4條主線。一個是上世紀50、60年代文物徵集和形式的羅生門。我在上一期節目說了啊，上個世紀50、60年代，如果你手上有文物，那和你現在手上有個炸彈是一樣的啊，很危險的。你最好的辦法是給它上交國家，交給有關部門，否則的话，你叫私藏。80、90年代鑑定和處理這2件事啊，都導致了那個原來的南博的院長自殺。你看看這個拍電影是不是局中局，謎中謎啊？那第3個就是本世紀初龐家的追討維權與一蘭齋來源撲朔迷離的江南春，對吧？各執一詞啊。還有一個就是今年拍賣會以及被其點爆的輿情，這個還沒結束啊。這一下為什麼說熱鬧了呢？反而是鬧大了呢？現在啊，有很多南京博物院原來的老職工紛紛跳出來實名舉報，就是在那個院長一欄簽字的那個原院長石湖平，舉報什麼呢？舉報他大規模盜竊走私故宮南遷國寶文物。大家看視頻啊。实名舉報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盜竊故宮南遷文物。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職工郭立典，工號08006，現向國家文物局、公安部實名舉報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有組織、有預謀、大規模盜竊走私故宮南遷文物，致使數以千計國寶流失損毀，請求對其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立即進行全面立案，以正國法。故宮南遷文物一共有2211箱，約10萬多件文物，存放於南京朝天宮庫房。徐湖平任職南京博物院院長期間，未经國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毀文物保管箱上的抗戰時期的封條，起出大量珍貴文物。接下來，他指使鑑定專家包括故宮文物在內館藏文物鑑定為贗品，然後低價銷售給自己主管的江蘇省文物商店，再轉手倒賣給其子祁湘江在上海開的文物拍賣公司，最後出售給法國的商人和各地文物販子，從中謀取暴利。這些文物中不僅有一大批官窯瓷器，還有數量眾多的國寶孤品、書畫作品。徐湖平借助販賣國寶大發橫財，為逃脫法律制裁，他先後將多件書畫贈送給各級政府領導，包括江蘇省檢察院檢察長、江蘇省反貪局局長韓建林。為了躲避清點檢查，他長期積極阻撓故宮博物院歸還南遷文物的正當要求。自2008年起，我院40多位職工聯名舉報多次。2008年，新華社內參上刊登徐湖平腐敗材料，但由於行賄對象太多，背後勢力過於龐大，竟石沉大海，不了了之。至此，龐來成家族見證的畫作被拍賣，全國議論譁然。我再次將此人的罪行公布於眾，希望國家文物局、公安機關立即對此人進行立案調查，組織人員按原故宮專項清單重新清點南遷文物，追回流失的文物，讓國寶回家，讓徐湖平的罪行大白於天下，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舉報人：南京博物院郭立典，2005年12月21日。
12月20號啊，根據這個龐來臣的後人呢，龐書立公開請求國家對徐湖平進行調查。1997年，梁白泉是南博10任院長，徐湖平是10任副院長。根據我國法律法規，徐湖平无权批准将江南春图卷等1259件提取品书畫拨交江南省文物商店，无权以院長名義簽批如此重大馆藏流出，其行為已涉嫌犯罪。所以啊，南京博物院原院長徐湖平被多人舉報。所以這個羅生門啊，我來再分析分析。實際上我上一期節目啊，我分析的結論就是這個南京博物院這一節啊應該沒問題，問題出在江蘇省文物總店這兒。這是我上一次啊我得出結論，如果大家看過对吧，應該有印象。我的結論就這個，就是那個之前呢，比如說啊，大家很多網友诟病的說你那個鉴定那個專家是不是故意把真的鉴成假的，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非常小，就是上個世紀60年代啊，他沒有發生這種事情的這種動機和背景呢。你作為專家來說，你把它鑑成假的，你想幹啥呢？對吧？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那個時候是運動一個接着一個，你還想把那個鉴定成假的自己搞走嗎？事實上也沒有啊，事實上一直啊，那東西鉴定成假的，在南京博物院也躺了將近30年，它並沒有流出去啊。所以我認為啊，就是你現在揪着當時2次那個鑑定的專家沒有意義，問題就出在後面啊，文物這個管理辦法對吧又變了。那這個時候呢，作為10任院長徐湖平，這是我推測啊，他就看到了機會。哎，你看啊，這一批畫，因為人家是專家呀，对吧？他知道這個價值在哪，就是假的他也值錢，所以哎，他就利用這個規則變化。他作為這個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長，當時副院長是代替院長在行事，所以他就簽字，对吧？把這些東西劃撥到江蘇省文物商店。但是我看有報道啊，恰恰這個江蘇省文物商店10任這個負責人也是徐湖平，所以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那就這個事情就比較好解決了，對吧？就比較好分析了。那就是徐湖平這個人呢，他看到了這個，我們假設他是贗品裘英的江南春，他看到了價值，对吧？躺在那睡覺，但是又是贗品，对吧？2任专家就是2組專家鑑定都是假的。那好，既然政策对吧有規定，或者有這個政策，你假的可以博物院給它處理掉賣掉。你要記住啊，1990幾年对吧？那時候博物院都是缺錢的，工資都發不下来，你買這玩意肯定是給大家發工資，你就不想都不要想啊，一定是就是他借這個機會对吧，處理這些啊鑑定為贗品的東西，給他能賣多少錢賣點錢。回來再給大家發工資，那個時候对吧？這個各個博物院的養不活自己啊。好，他就看中機會了，這個裡面就存在馬未都說的賤賣，對吧？所以賣給誰他不說，哎，上面寫個顧客6800塊，所以我還不改啊。我上一次的分析，我認為就是問題就出在這個江蘇省這個文物總店這一塊。那恰巧現在根據媒體報道，當時啊，文物總店和南京博物院負責人都是這個叫徐湖平的，那他就完全就是對吧？存在這種上下其手的可能，對吧？發現了這個東西它值錢，但是根據政策我也可以我來處理，對吧？所以先給它調撥到江蘇省文物總店，然後在江蘇文物總店躺了2年吧，還是3年，2001年賣出去的嘛。我說的這些東西都是符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啊，因為當时的社會背景實際上就是各種手段呢，對吧？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對吧？把國有企業先給它價值做到最低，本來這個企業他媽淨資產恐怕還有個1個億，給你做到淨資產只有幾百萬，對吧？然後負債累累，難以為繼，哎，這個時候就要搞破產了。好，這些廠長，对吧？這些負責人自己在銀行貸點款，掏點錢，把這個企業買下來了。實際上這個企業淨資產1個億，他就花幾百萬買下，然後再打扮，馬上對吧就獲得重生，再過2年馬上上市，這些老闆一個一個的啊，就成為這個企業家，身價過多少億，哎，很多你去看，很多人都是這麼富起來的。就當時大背景就是這個背景，所以這叫什麼？下有下路嘛，各有各的路數，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怎麼樣去變現，對吧？怎麼樣去為自己謀利？所以我認為還是存在這種可能。那麼對於這個龐來臣的後人來說啊，那這個是堅決搞個水落石出。為什麼呢？他要自證清白啊。或者現在你看啊，社會上就2種，就是有這麼一種聲音嘛。你龐家可能把真的啊給了一蘭齋，你把假的捐給這個南京博物院了。大家還記得吧？這個南京博物院的一個研究員叫龐什麼呢？他還寫過文章說龐來臣的後人啊，富不過3代啊。反正是龐來臣也沒想到他的後人要通過賣畫求生謀生呢，也就是把他的畫真畫的賣給什麼一蘭齋了，把假畫送到這個南京博物院。那人家龐家還要自證清白啊，
龐家認為這東西是先祖，對吧？龐來臣鑑定過的，蓋了章的，收藏過的。你要說那是假的，那不就是打臉嗎？這麼大的一個收藏家，收藏了一個假的，对吧？所以龐家人一定是不依不饒，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啊，否則的話，人家這就蒙受不白之冤。我為什麼說當時的時代背景呢？对吧？那個時候正是改革開放之後，正是大家啊想盡一切辦法搞錢的時候，絞盡腦汁啊。而且啊，只要大家稍微關注一下這個南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孤立啊，也就是全國的博物館，我也不敢說都是這樣啊，但是啊，很多都是這樣，就是沒有最離奇，只有更離奇，对吧？像南博這樣處置文物的，那恐怕當時因為這個政策出來了，那大家都会钻你这個政策的漏洞啊，對吧？以往你博物院的這些東西你不能處置，對吧？你是贗品，你得放起来。後來來個政策啊，你贗品可以賣，為什麼賣呢？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恐怕就是為了就是讓這些博物院還能賺下去，給大家發工資啊。1997年大家想一想，98年國企大下崗，東北那麼多國企下崗，你知道为什麼？不就是沒錢嗎？所以你說你覺得博物院還能分到多少錢？這個政策一出台，這些人對吧，掌權的人他就看到機會，這東西先出去了，對吧？然後等到這個經濟稍微好起來，這個文物啊，這些藝術品價格不是水漲船高嗎？這個藝術品價格是慢慢漲上來的。當然現在不行了啊！你看現在這個，我看各地的這個叫什麼舊貨市場，什麼文物商店，你比如說那個潘家園，對吧？還有很多好像這都在關門啊，就門可羅雀。各地的古玩市場好像都不行了啊！現在因為經濟不行。那麼2000年前後呢，這南博這樣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啊！給大家講個更離奇的啊，所以說沒有最離奇，只有更離奇啊！沒有最離譜，只有更離譜。這個廣州啊，也發生過一件更離譜的案子，一位館長啊，悄無聲息的把一整個美術學院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幾乎掏空了。這個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就是2002年，你看看對吧？江蘇省文物總店把這個畫6800賣給一個顧客。2001年，你看無獨有偶啊，巧了啊！2002年，這個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的原館長蕭某利用職務之便，私自配了畫庫的鑰匙，用贗品調換真跡，而且不是一個贗品啊，不是1-2幅，而是整整的143幅。什麼齐白石、張大千、八大山人，全是中國書畫史上響當當的名字。他這個行為啊，從2002年一直持續到2010年。哎，那個時候正好是這個藝術品啊價格慢慢漲的時候，你再往前倒，它不值錢呢啊！大家記住了。好，在這7-8年間，這位馆長用贗品把這個齐白石、張大千、八大山人的真跡啊給他換了，其中125幅被他陸續賣掉，賣到哪兒去了？賣到香港，然後賺了3000多萬。但是這些東西如果在2010年以後对吧，17年、18年，那估計這玩意恐怕值3個億，對吧？齊白石或者是張大千隨便來一幅，不得幾千萬呢？說剩下的18幅啊，還沒來得及出手，但剩下的18幅因為沒來得及出手嘛，在後面，對吧？所以說這個評估價更高了啊，價值達7000多萬，所以加起來涉案總金額1.1億元。那這個他把畫賣了，錢去哪兒了呢？這個人對吧，把錢拿去買房子去了，炒房。廣州8套房產、別墅、車輛、存款，還有別的藝術品。所以這位原美術館館長啊，他的文物流失的速度和資產累積的速度幾乎是同步，就是賣掉一幅畫回來錢去買房。你看，所以說這個經濟學家馬光遠說中國啊，房地產沒有綁架中國經濟。你看看從這兒就可以看出來啊，房地產不僅綁架了中國經濟，還綁架了中國的這個藝術品市場、收藏界，對吧？收藏行業都綁架了。這東西出去變成錢之後，馬上流入房地產，對吧？連貪官貪了錢都買幾百套房子，還說沒綁架中國經濟，可見這專家啊也是草台班子。那這個關鍵是這個案子是怎麼破的，怎麼發現的？這個案子還不是內部審計發現的。你看，作為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那他年年有審計啊，內部審計，對吧？要盤點的，居然都沒有發現那個真畫已經沒了，裡面全是贗品。你說說吧，你說這內部審計審的是啥？都是走個過場，對吧？形式主義。那這個案子怎麼發現的呢？是在2014年香港拍賣會上，有個校友啊，他認出畫上蓋着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的印章。這個畫蓋着這個圖書館的印章，那應該是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的，怎麼會流出來賣呢？它也不是贗品，它是真跡啊，對吧？那顯然這個不对，對吧？在香港啊，所以啊，東窗事發，警方在他的別墅裡找回了那18幅畫和作案工具，也就是還沒賣的18幅畫起獲。但是2016年這個案子在進行中啊，這個蕭某
某就因病去世了，所以这个刑事審判終止了。你看他人已經死了，最終房產和存款被追繳，18幅畫回到美術館，而那125幅已流入市場的真跡，那你也沒辦法再追回了，人家是通過拍賣或者什麼的買走了，留到哪兒你都不知道。說最諷刺的是什麼呢？最諷刺的還不是這個啊，這個事後啊，這個肖某被抓住之後啊，讓肖某去辨別嘛，去鑑定，對吧？那個廣州美術館的館藏的那些，就是他不是調包劑嘛，他發現啊，他用贗品換的真跡，對吧？真跡被他賣掉了，贗品在裡面，他發現贗品也被人調包了，就是這個館長據說是他自己畫的啊，他畫了好多這個假的去換真的調包，等到他去現場啊認贓的時候啊，他發現他畫的那贗品被別人調包了，就他的贗品都流出去了，賣掉了，你就知道這個博物館的管理這漏洞有多大。難道這個只有南博和什麼廣州美術學院的博物館是這樣嗎？全國那麼多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庫房鑰匙掌握在誰手裡，對吧？這些鎮館之寶到底誰能看得住？我倒是覺得啊，現在如果有關部門要查的話，一定要小心，也現在冬天嘛，容易起火，要防止啊喪心病狂的人說不定一把火把博物館給燒了。哎，這不就是過去那些太監不都這麼幹嗎？對吧？太監掌握這個皇帝很多珠寶，對吧？那些寶物書畫，然後等到查賬的時候不好意思起火了，一把火給你燒了，沒了，你再也查不清了。所以啊，如果要有關部門要追查的話，要全國清點啊，各個博物館、各個什麼藝術館、文化館，查這些國有資產，那先得對吧？把消防隊、消防安排到位，人盯人，否則的話容易起火啊。這一起火那根本沒完了，全燒沒了。不要以為他們幹不出來啊，對吧？太監能幹的事情，他們也能幹。所以南博這個事情啊，對吧？我也不敢說他是全國博物館都這樣，但是你想那個時代就是那樣，所以我是支持的吧。我在上個節目就說了，我支持倒查30年。當然了，我們也知道不可能，對吧？光在這個博物館收藏這個行業這樣，實際上各個行業都差不多，不光是文化領域啊，對吧？其他的經濟領域也一樣。所以我們在經濟領域，對吧？倒查30年，那在文化領域也要倒查30年，就各個領域你都可以倒查30年，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最後我想說的是啊，在現在這個目前這個環境下，你說還有人會去捐贈嗎？這就是我一直提倡的，對吧？反正我是不捐款，什麼機構我也不捐，對吧？我信不過，什麼慈善基金，無論是公家的，對吧？還是私人的，是紅十字協會的，還是什麼哪個明星的，我都不捐，對吧？1毛錢都不捐。有的時候我在想啊，這些文物啊，我覺得這真的有必要國家花錢去保護它嗎？對吧？像這些文物，我是提倡啊，應該由私人收藏，就是馬雲你有錢你買啊，對吧？你買走，你從南京博物院啊，你花錢把它買走，買回家自己藏着，對吧？你有這個條件呢，你喜歡嗎？大頭花錢保護這些有什麼意義呢？把這些東西賣給私人，大頭回來錢保障民生不更好嗎？對吧？給農民1個月這個退休金加個一點，對吧？這讓那些醫病返貧的人，對吧？他的醫保那個報銷能提高一點，用在民生上面。當然了，我不是說國家在這個文物保護這塊不出力啊，你出台法律就夠了。誰把這文物拿走了買走了，你第一個就你怎麼保護它有規定的，對吧？你買回去，我想也不可能有人把畫買回去自己撕着玩吧，自己燒着玩，對不對？我覺得政府就出台法律就完了，由私人去收藏，對吧？你收藏了你賣票價，你賣票也可以，對吧？你自己玩。政府什麼時候出手呢？也就是當私人當這個沒有條件，對吧？去維護這些文物，或者沒有人願意去維護這文物，維護這文物賠錢呢，不賺錢呢，人家就不願意維護。那這個時候沒辦法，政府，對吧？成立一個什麼基金，政府出手去保護，對吧？所以說我就全國各地的這種博物院、博物館、這藝術館最好都私有化，對吧？你有錢你玩，對吧？我們要相信這些有錢人買了畫，買了這個瓷器，你花了幾個億買這個雞缸杯，就是為了聽響是嗎？砸一下是嗎？對吧？所以我覺得這個領域，如果你完全私有化了，你就沒有這些什麼監守自盜這些行為，多好啊，對吧？一勞永逸解決，你政府只管這個文物保護的怎麼樣，然後我覺得這是徹底啊解決之道。要不然你大頭花大量的錢去保護，大頭又花大量的錢去看着，結果還看不住，你說這不叫兩頭失算嗎？雙重傷害。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